喺崇尚天然養生嘅今日，有一種古老嘅浮游生物正受到全球營養學界嘅矚目，佢就係螺旋藻。螺旋藻係一種呈藍青色嘅微細浮游藻類，含有高達60%嘅優質植物性蛋白質，更蘊含超過60種複合營養素，包括多種維他命、礦物質及微量元素。憑藉完整而均衡嘅營養結構，螺旋藻被譽為完整營養食品。更被聯合國及科學界公認為現代超級食品。對於生活節奏急速、日常飲食唔均衡嘅人士而言，螺旋藻無疑係嚟自大自然嘅珍貴恩賜。Activita spirulina 螺旋藻以高品質同純粹為核心，產品成分只有天然螺旋藻，喺製作過程中嚴格把關，保證唔添加糖、鹽、澱粉、酵母、小麥、麵筋、粟米、大豆、牛奶、雞蛋、貝類，以及任何人工防腐劑。呢種零負擔嘅配方特別適合對某啲食物敏感或追求純正飲食嘅人士。我哋致力保留螺旋藻最原始嘅活性，令每一粒產品都成為高濃縮嘅綠色能量，為都市人提供便捷嘅營養補充，支持日常健康。作為營養密度極高嘅天然食物，螺旋藻含有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嘅8種必需氨基酸，有助補充日常飲食中嘅蛋白質同鐵質，支持營養均衡。同時亦富含多種維他命，包括 β 胡蘿蔔素、維他命 B2、A、E、B12同埋鐵、鉀、鈣等多種礦物質，有助維持免疫系統同身體正常功能。由於細胞結構簡單，螺旋藻好容易被身體消化同吸收，所以經常作為均衡飲食以外嘅營養補充選擇，幫助身體攝取多元營養。除咗上述營養成分，螺旋藻亦含有多種天然植物營養素，例如 GLA 亞麻油酸及葉綠素。呢啲成分喺營養研究中常被提及同抗氧化相關，有助應對日常氧化壓力，維持身體正常健康狀態。本品亦都適合部分人士喺生活節奏較快或作息唔規律時，作為日常營養補充來源，以配合整體健康生活方式。Activita spirulina 螺旋藻建議每日2次，每次2粒，餐後食用，為各個年齡層人士提供營養支援。無論係作息忙碌、節奏緊張嘅都市人，定係體力消耗大嘅人士，都能夠攝取優質蛋白質，支持肌肉及身體修復。對於胃口欠佳、偏食或者營養攝取不良者，佢可以填補日常膳食中嘅營養缺口，作為支持體質調理嘅營養基礎。而關注健康嘅中老年人，則可透過其全面嘅天然營養，支援長遠健康，持續服用，為身體提供穩定而持久嘅營養支持，維持內在平衡。